财政部伫咧10月底公布这分段发票抽奖活动得奖的名单，所以现有4个人是得几两个奖，引起质疑。这财政部就承认讲是这抽奖的方式规划无好势，即阵司法已经咧调查。这消费者的文教基金会就建议讲，若是政府要办抽奖活动，就要主动公开定性码，民众才会信任。财政部前一阵仔办理分段发票的抽奖活动，吸引真侪消费者参加。不过抽奖结果煞有4个人中获到大奖，引起争议。消基会表示，虽然财政部后续有召开记者会说明，也是建议财政部公开这届抽奖的定息码，予公证单位检测。后的这个抽奖，财政部应该要把这个怎么样取号、怎么样对奖啊，这个核心的部分的程式码啊，把它公开出来。这一次台北国税局没有能力来检查这个程式码的逻辑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更不敢期待其他县市的国税局是不是有能力做到。消基会表示，针对这届事件，因也有向消费者调查，结果显示有75.4%的消费者对财政部的说明有疑虑。他应该要制定一个那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然后的话公正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让这样子的一个抽奖的这个机制的话不会沦于说像这个黑箱，否则的话民众的话对于像这些资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话会丧失信心。财政部11月初有开记者会说明，得奖的人不是内定，也若厂商敢有干涉不法，已经进入司法调查，有结果会对外说明。消基会是强调，政府举办活动上重要的就是公开、公正、透明，呼吁未来政府办理抽奖活动，都应该主动公开定息码，让民众信任。记者张家佳、柯秉哲台北报道。